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10月18号，什么日子？国民党要来选党主席。这个100多年的老店，国民党要选党主席，当时指控中国介选真明显。是安怎中国钟情特定的人选，甲空中来恶玩？那么也是根本是帮败国民党党员未防骗。咱今仔日是位专家学者到底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教授曲乔雄。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台大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四位是政治评论员吴文琪。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咱来关心，那么国民党改选党主席，最近在网络宣传了一支假影片，是党主席候选人何良斌甲台北市议员刘彩薇，那么小金的画面。刘小空直接讲，这是中国在变鬼变怪。何良斌本人敢若讲是境外势力来介入，那张亚中是直接点名是中国的介选，就是要来支持郑丽文。那么在国安局局长蔡明彦来表示讲，确实有境外的口罩在传影片。国民党主席选举18投票，顶一日有网络直讲用 AI 制作影片，甚至出现候选人霍良斌甲台北市议员刘彩薇、蓝丽珍的画面伫网络散布。正道那发起人赵少康直接指明是中国介选，强调已经是国安的问题，台湾的国安单位应该剔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强调重视国安，呼吁党内团结。那霍良斌讲是境外势力网络直讲介入选举。另外一个候选人张亚中是点名郑丽文13出席政见发表会，呼吁卖党内互相攻击。不要让外界看笑话，什么叫做忍辱负重？从选举到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沙包一样，但是欢喜就甘愿收啦。看到非常多的假账号、假 IP， 都是在3个礼拜前成立，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这是事实。针对赵少康的指控，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国安局确实有查到 YouTube 有23个口罩在讨论国民党主席选举，超过一半伫境外。不过调查的过程当中，嘛发现法律工具无够。我们所发现到的是，在 TikTok 部分大概有1000多部的影片，去讨论到国民党主席选举的一个状况。那在 YouTube 的部分，我们查找到了有23个账号，那传散了大概有200多部的影片。根据网络媒体上新国民党党员民调显示，郑丽文有买5成的支持度，那霍良斌甲罗志强分别是21.3%甲21%。不过国民党已经10年无伫中央执政，这场选举毋但是党内人事竞争，更加是对国民党新主席未来2年关键时期，伫选举提名、政党合作、两化关系发展路线上，要安怎应对挑战的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头看这个影片哦，在场的4位咱的专家学者开始就热烈来讨论啦，讲这是真的啊假，还是这做好吓人，还是有人家己哦自导自演，就各种的就可能性。但是吼，这不是咱要讲的重点。我真好奇一项，就是他在这影片内面哦，讲家己是沙包，讲吼一开始伊就欢喜做甘愿受，啊讲啊笑笑，就是出身台独。外省人独立，这个合会内面的这个郑丽文，来导致国民党，伊呢在网络顶头的支持度是49%外，何良斌是21.3%，罗志强是21%，那么看好度呢？郑丽文是50%外，这是网络顶头的支持，但是，那真正的民调可能就何良斌来讲，哪有差者无？但是伊
确实上，咱也无看到讲其他的这个民调。老师，你敢手头有民调？无啦，因为吼，即届吼，阮地壳来讲是一个中立啦。阮无法度讲嘛，阮踮阮内部大家讨论，阮敢讨论。无你用写的，互我看。阮确实无做，党中央伊嘛无做嘛，无可能做啦，做一定去用讲话啦。不管讲像赢像输，一定去用做文章啊。而且你踮咧，你无法度保证讲。踮咧党中央，还是踮咧中央党部，多一人支持多一人，即嘛无人敢讲嘛。你若万一做一个民调不利于哪一个人的时候，无呢伊的对手会泄露出来，啊，变讲党中央里外不是。所以即嘛是唔知啦吼。即嘛党中央是唔知影啦，啊，毋过当然啦，因为你个人个别的候选人会做的，一定会做。所以才有前几，我会记差不多一礼拜前，突然有传出一个民调嘛，伊讲迄当阵讲郑丽文遥遥领先嘛，迄当阵民调出来，啊，迄当阵迄个党中央马上出来讲，因无做过民调。但是老师，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嘛，是影响到这样。小等邱老师啊补充就是讲，国民党的党员吼，2001年的时阵是。我这手势敢往世见的吼，这党员是95万外，结果来到2021年吼，37万外，啊，这是要安怎做民调？安尼敢会准？其实即摆来讲，确实无法度准。我应该讲一个例啦，我讲这较歹，对国民党来讲我是真歹，应该讲真见效代志。我家是国民党党员嘛，我到即马我未收到投票的通知。啊，毋过，阮内面一个时代，伊过身10年啊，伊收到啊。这是对天堂寄来。所以啊，所以你讲即马，这高龄处理这是国民党。内面正面对的问题嘛，所以你讲为什么2001年迄当93万，迄当阵因为迄当阵连陈宣书，毋才有一个党员重登记嘛，有才重新登记，有啥物？迄当阵开始有所谓的失联党员，迄当阵有足侪人咧讲我无爱去登记，还是讲我本来对国民党安怎，所以迄当阵本来讲号称100万，90几万，即马变差不多即马。账面上来讲是讲有33万啦，33万左右啦。啊，问题即马确实这33万是毋是正是登记有案，而且即马搁活咧世间呢？还是像我头讲的，时势已经时代已经过身遮久啊。这安尼应该是有天堂有设一个党部，才有通啊寄来啊。无到，当讲伊收着，你无收着。所以你讲，这个确实是国民党即马确实爱面对的问题啊啦。不管像这我唔是挑导伊问的哦。我感觉这是小等也许留一个话尾吼，会当继续来讨论哦。不过我要先问邱老师，那安尼要做民调是敢做会准？咱要讲民调进前，我先讲一点啦吼。基本上我对国民党这个主席的选举选较热烈。我讲实在话，我是正面来看。真侪媒体来甲我访问，我嘛拢安尼来讲。我是正面看这个现象。表示阿哥在篡轨。你嘛会使安尼讲，因为国民党总统我唔是这个诽谤，我是讲，其实人是多数啊。有影是安尼，要安怎讲呢？因为国民党连续输3届总统选举嘛。一般来讲，拢看衰拢真侪啦。伫这个情形之下，有人要出来，佫遮侪6个呢。迄6个要选，毋是讲我去登记就好呢。歹势，你要摕1350万哦，1000万是押金嘛，选了会行李啦。另外当选迄个1000万嘛没收。是啊。当选迄个，村内拢会行人哈。但是350万是缴入去的哦，缴入党库内底。你来看1350万，迄毋是我毋是别人啊，我嘛无法度选，我无法度那莫讲我毋是国民党党员，我是国民党党员，我嘛无法度选。你安尼了解我意思？家己摕钱出来，
出来拼出来算。不然应该拢是开别人的钱吧。这是对，这是对于迄个年检以来，这当主席上直接的一摆，上你来啊是安怎样？所以因为哈有机会嘛，人人有机会啦，个个没把握。用国语来讲就是安尼啦。因为安那，这届本来嘛是无拼呢，无好差。因为这届本来讲，卢秀燕讲要选嘛，本来大家拢讲伊要选嘛。卢秀燕啊，这届有影选了，哦，然后就即马看到伊。啊，毋就真正伊个炒股菜字个强棍。是啊，就是安尼，啊，就是卢秀燕无要选，哦，啊，这人拢有机会。我头拄讲，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无把啊，拢撞出来了，所以这起码情形，嘛是代表着对未来诶这个选举的信心。对未来的选举，对未来国民党的发展，伊有一定的信心，伊才落来选。我头都讲过，迄毋是讲你欢喜摕身份证去登记就会使啊，毋是啊。哦，伊爱有一定的实力，啊，你搁爱有钱，先莫讲真有钱啦，吼。你嘛上少你嘛，你有爱有朋友嘛，上少爱安尼嘛，吼，啊你嘛爱拉落，本身嘛爱有这个意愿哦，落去拉落。所以讲，即届有看到我那里，基本上我是正面来看因的竞争，但是呢，咱另外一面来看，手法伤过超过，有一寡的手法伤过超过，啊，另外呢，看戏的比搬戏的搁较认真，吼，啊，咱这会使讲到民调。啊，因为我本身是，我莫讲做民调，我看民调，哦，我研究选举超过30年，我陈老师嘛，阮伫学界做这老师啊，你讲破解一下，这是我讲实在话，即马看的民调，我毋是讲伊做了无准哦，所以我爱先讲吼，但是基本上参考尔。好，为什么呢？就是头拄李老师有讲到嘛，吼，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党员名册嘛。我靠，那有可能有国民党的党员党员名册？莫讲国民党啦，民进党有啦，大罢免的时候伊是抄家。哦，是，吼 ，OK。啊，大罢免的时阵，敢是真侪有足侪往生的人，嘛叫人抄入去，对不？哈，迄是安怎出来？迄是逐届国民党内底咧选举，也是提名咧选大选，要选立委啦、选议员，然后有一寡名单出去。啊，但是迄名单拢是。可能是10年前、8年前，还是15年前的老名单啦，所以会出现这款代志。咱头拄讲的，哦，小金纸咧送投票通知的吼，迄就是安尼来。那大罢免的时阵，你敢会记？有一寡人即摆案子还在地方法院呢，搁咧法院内底哦，哪会安尼？就是错误的名单伫外口咧流传嘛。啊，即摆头拄有讲到啊，正确的名单名册有无？无。好啊，那你没有正确的 database， 啊，你讲你抽样出来，说要有代表性，这卖讲生笑啊啦，哦，这阮咧做民调的人，还是看民调，莫讲做民调，咱看民调的人，就知影讲你迄有问题啦。啊，但是会使参考袂？会使参考。啊，若是要参考，若是按呢来看。这个郑丽文49%，这是要参考啥物？这我要安尼讲是社会人，咧看国民党讲，这几个人，什么人做党主席较好？哦，咱大家来选一下，讲哦，这个较好。啊，但是因的党员会安尼想袂？无一定哦。有的党员可能甲一般人看法同款，啊，有的党员可能就无同款。这甲因的背景，哦，甲因过去的因伫党内的文化。哦，也是因对民进党的看法，哦，因为郑丽文较早是民进党的嘛，哦，你头拄有讲到，伊可能是外省人，外督会，外省人独立会，啊，外省人独立会，迄独立是什么？独立公司哦，唔是啦，台湾独立啦，啊，就是台独嘛，就是郑丽文是台独出身呐，啊，有一寡老国民党的无法度接受啊，啊，但是有一寡较少年的国民党，伊可能会使接受，所以我会使安尼讲，这份民调哦，咱来甲当作讲社会咧对这场比赛是有信息啦。社会观众对这届国民党这个比赛，因的看法，因的望是安尼，啊，但是甲国民党选出来会完全同款无？咱拜六来看结果。
老师，小等我会问你吼，讲这内面还佫真侪机卡的所在。但陈老师，你认为这份民调是套路什么意思？因为我来看吼，拢是因为网络咧调查，所以网络声量真大的人，伊就较占赢面。是安尼想安尼吗？还是讲无？有的人吼，你想啊，你这电视文，你就请出身的啊，哦，我就来，互你来去甲国民党小拉到吼，挖起来一个。对啦，所以这是网络的民调啦，吼啊，网络的民调你声量大，吼，你可能你都比较较悬嘛，吼。那另外一部分，吼，你不可否认，你郑丽文伊过去一直伫媒体。所以对这些媒体啊，甲网络伊个好运用，当然是比郝龙斌更加管、更加厉害，好，甚至比这罗志强更加厉害啦。好，所以基本上我是刚刚讲，就是拄啊柯老师讲的啦，吼，这民调参考就好，好，样个这样问题是讲差距就大的，差距要一倍以上，好，所以记住啦，哈。我安尼问，就是因为咱的破题顶头就在讲有人指控，这赵少康指控，你是中国咧计算嘛，所以有人去留言啦，有人去安怎啦，从来这声量才浮较悬，是安尼吗？计算是一个问题，吼，样个至少我个人感觉啦，我个人感觉，今然应该是势均力敌，郑丽文加郝龙斌啦，吼，罗志强可能行气爆起来啦。然后郑丽文跟郝龙斌，我感觉是势均力敌，甚至我家己感觉啦吼，这当然我家己各自评估啦吼。我家己感觉郑丽文伊应该声势比较好。哦，你看这两天，尤其是明仔载，今日公布的明仔载因要办活动，郝龙斌是非常积极，找一寡大咖的国民党的政治人物，要甲伊同台要办活动。然后郑丽文今日讲啥物？伊希望讲伊的支持者。大家卖做一寡什么激进的这些舆论议题战，大家都稳稳的，不要再有什么冲突。开始咧秀啊！这也好我对伊秀，伊为什么秀？我赢。伊刚刚讲伊有占优势，伊这样等于卖犯错的话嘛。所以这是我的感觉啦，我的感觉无一定对。因为真啊安尼办事，会好我有点仔感觉讲。郑丽文，咱这有这个董事林定清热线，会当打电话入来，好市长，你会当打电话入来讲无哦，来陈老师。为什么郑丽文伊会赢？吼，这我个人感觉啦，吼，我个人感觉这三个主要的候选人内面，吼，郑丽文，吼，郝龙斌加罗志强，我个人感觉，我个人认为郑丽文伊是比较较支持统的迄个立场。甚至伊是有可能会使下对中共迄边的人会使支持的一寡观点，所以这是为什么讲正好郝龙斌刚刚讲为什么是有一寡境外势力你操作你支持郑丽文？为什么抖音这样你抖音这差不多千外条都是你称赞郑丽文，你郝龙斌也是400外条，拢是你批判郝龙斌的，这真奇怪。好，为什么安尼状况？抖音是向会使操作的，好，这问题就是讲，你也是讲看你国民党伊的党员的结构，上大的势力，第一个是黄复兴党部，第二个就是地方的势力，黄复兴党部跟地方势力，我个人认为啦，这是过去中国伊积极去统战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也相信，这应该嘛是。中共伊迄边有法度去影响的一个势力啦，所以中国伊有出手无？出手我唔知影，我也无证据。样个以我家己的感觉，以郑丽文伊的一寡观点，甚至有人感觉讲伊甚至是所谓的武统派的观点，武力统一派的观点。有人讲这其他人因支持统一，因为继续因支持的是和平统一。就跟蔡正元差不多。你郑丽君，你看郑丽文，你看伊向伊支持，邱毅伊支持伊，然后洪秀柱你支持伊，洪秀柱是9月3号大阅兵有去参加的人哦。然后昨天跟我一个新闻讲你前年那个郭台铭要竞选总统的时阵。迄种侯友宜已经被推选要当国民党候选人你郑丽文过你替郭台铭你选，郭台铭伊迄种为什么选袂落去？
因为迄阵一直行讲一个问题嘛，郭台铭有讲过嘛，伊反对甲美国买有武器嘛，伊刚刚讲你也要和平，你就卖买武器嘛，你买武器你反倒还能拍，是伊是安尼观点，所以伊还人刚刚讲伊是太过统派，伊选袂落去。啊，因为这样的安尼观点是郑丽文伊是去支持伊选举的哦。这是我感觉啦吼，也是讲这样你真正讲中共伊有真正要介入操作，我个人我的感觉啦，伊会比较支持郑丽文啦。啊，郝龙斌的问题就是讲，伊敢若讲伊就叫所谓的中华民国派。伊出声讲，你来承认中华民国。郝龙斌就是中共里批评的所谓的独台派就对啊啦。啊，我宁可愿我和郑丽文安尼的观点的人选掉，我都去影响郑丽文。要讲你郝龙斌，我相信中共伊了解伊无法度影响啦。啊，这是我个人判断，为什么大家会去怀疑中共是不是咧支持郑丽文的这个问题啦？啊那文健兄咧，你嘛是对国民党出身的呢？我国民党出身，我先安尼讲啦吼，我无想到讲这届国民党故意讲吼没有让人失望啊，讲立刻就上演这个类似乔家大戏的那种，咱讲红楼梦来对，眼看他楼起，眼看他什么宴宾客，就又看到他倒塌。我无想到安尼，吼，我感觉国民党实在是，我感觉有小可互人失望啦。但我要先讲吼，就是讲他老师咧讲郑丽文这个民调啦，我先对民调开始讲啦，这个民调真诶看就好啦。因为咱他讲啊，我国民党出身诶，迄个民调，他李正修老师嘛讲过啊，有人死去往生诶人，佫收会到，伊这一定是在任诶无收到，所以这份名单。你讲有法人做正确的民调，迄是好笑的。坦白讲，这一定是有人刻意去做，所以这看就好。但是你还想讲，奇怪，若是讲国民党真正是安尼，为啥即摆有6个？他徐老师讲的，哇，大家拢拼甲呢？为什么？我问大家，咱是咧看公正治，政治人物不是正常人。我咧想讲一个主席，你讲一个月来派3000几万呢？你想看嘛？为什么？其实咱讲是我想咱走了哪飞咧？我要来算。1320万嘛，咱莫讲爱讲一个月爱2、3千万啊。因为对这个人，我讲国民党的人输3摆输啊，就袂使讲垃圾话，足堵南国小，你知影？3届啊！啊，大家想讲我这届绝对有机会啊，因为大罢免了后，大家迄势头，我可能有机会。大家除了做所谓的 king maker 以外，我问你。今仔我出来，卖讲2026、2028，是不是有真正有机会？不管不分区，另外甚至你要想我若是赢，我历史留名以外，行政拟定我有机会不？政治人物没有人在我咧做功德咧做证书，无啦，大家会出来是因为安尼，但是咱莫讲国民党无好，民进党、民众党拢共款，政治人物拢共款，因拢是插政治的，但你。所以你免感觉足奇怪，为啥这6个出来？所以我讲，今仔看来讲，国民党今仔武安尼啦。我讲台湾话讲啥？我头讲着乔家大院，这武落去后摆就是咱讲会好袂安全，袂完全啊啦。天作孽犹可为，你今仔安尼武安尼，我讲一句较粗鲁的，他陈老师、曲老师讲啊，谁没有过去？你敢100分？郑丽文、郝龙斌这几个，我若讲要真正讲的啦，国民党这个算的，毋是当初甲宋楚瑜主席甲创掉。真正有战力的，唔是安尼。国民党就是我讲无互人失望的原因就是安尼。但咱今仔想讲，你看一件代志讲，这民调一直处理到这，你讲国民党的33万人，我坦白讲，你看这我听到的部分，我甲大家分享啊。为什么讲郑丽文的民调？这份民调我认为啦，唔是党员名册啦，33万人啦，伊是做一个广义的台湾人的啊。为啥大家会感觉讲，郑丽文？因为这我头讲，输甲足久的人，国民党的支持者，叫甲无力气，伊感觉讲啊，你这郝龙斌，搁有恁较过去的权贵搁出来，恁袂爽啊啦，我甘愿，互人试看卖，那个是一个恨铁不成钢，所以郑丽文有机会原因是因为安尼。啊，我讲今仔国民党，咱若讲一句较粗鲁的，我最应看有啊。所以你的解读唔是像陈老师所讲的，讲伊支持武统。我坦白讲，唔是，因为我来讲，咱即嘛咱讲政治，我来讲，你是要将心比心，异地而处，你就知影。你对阿强啊，即卖阿强，唔是较早1949年迄个一穷二白哦，我即卖是中国共产党，即卖是啥物时代啊？你是几体？恁爸比你较大，我的意思说，对伊来讲，伊其实瞧不起国民党，我来讲较粗鲁的。对伊来讲，
过去咱讲买办集团啊，你国民党的什么中央委员呐、中常委哦，因较早唔知啊，哦，足大呢，大天呢，啊，即摆啊，你才来骗食骗啉呢，所以对共产党来讲啊，我是应付你。有诶，拢你过去的头家呢。我就说，我即摆是政治评论，我讲实话嘛，所以国民党未我是提起你啦。你都无要紧，我讲今仔就是以同仁，我感觉没有，唔当然，咱私人的关系是私人关系，你就照实讲诶。我就照实讲，所以我讲对阿强来讲，战略上，伊唔是讲咱看到讲关注，战略上我会重视关注你，战术上战略上我是藐视你。所以你认为讲这什么？这靠做啥？这不是人啊来做。我讲实在，对伊来讲无需要啦。我讲我遮大，我需要啥物？我连川普我都无咧秀啊！我咧秀你国民党什么人当选？咱一定要活在当下。对阿cường啊，现在的状况跟能力跟综合国力，伊对伊来讲啊，你若是讲选到一个支持家是中国人的，我可能真欢喜，咱会使慢慢来。啊，你若无真正处理了袂好。对伊来讲，伊是要出手，歪出手尔，所以我讲对阿强来讲，伊无需要去做迄个影片。我头讲啊，咱私底下咧讲，咱正常人，咱毋是朱立伦，正常人，你看到迄个影片，我甲你烂咧，后壁佫有徛两三个查某。我看了，我是感觉是俏谈啦。对，正常人一看，我若是要偷情。我会伫恁的面头前，我一定两个私底下去互迄个伊周刊安怎拍到，我两个人，我无可能徛伫后壁徛一群人哦，来甲咱来甲จิ้落，你头壳内底底啥？所以迄个物件就咱一看就知影是假，包括禁书笔记伊拢有讲，所以这件代志咧操作的时阵是啥物人失败？我坦白讲，伊要讲啊，我足可怜，你看大家拢欺负我郝龙斌。啊！无我讲一句话，我讲这几个，你若是除非你授权了我，这6个我拢会使点评因的优缺点。啊，无人100分啊！对，我讲因无100分，所以讲这件代志拜托因。简单来讲，卢秀燕有一个学者写，伊爱出来清理战场啊！啊，搁安尼误了，我来讲，你送一支枪，和民进党，是你叫我介入的哦，是你讲的哦，唔是我讲的哦。啊，你看嘛，无甲安尼，所以我讲即摆赖清德一定伫遐笑啊！拄啊好，那才恁国民党那才善良啦，啊，佮送我一支枪，啊，我本来就袂桥袂拄好啊，这就是政治的本质。所以我讲，咱咧看政治的时阵，我拜托大家，免讲一寡高大上啊，咱为着国家为着无啦，但是你要有一个合理的界限，甲合理的游戏规则，你有大家福气嘛。啊，无你讲进前郑丽文讲，国民党我感觉足奇怪，啊，进前讲，咱这个投票，你一定知影是6个人咧竞选啊，足激烈。到尾有无？进前咱一个新闻是讲，投票要公开无？你是头壳内底啥？你就知影这样激烈啊！你还说等看看我们再公布，你无超前部署。第二个，我进前看到一个新闻，国民党用一个新的视觉，我唔知学长你知无？你即马看守内阁啊呢？你知无？你莱尔校长很成功是一回事，啊，你即马负责你爱留新的主席啊！啊，无你就留了，你就讲正经，所以我讲国民党即马的所作所为，我感觉足可笑的。因为原本民进党落水小落到这个程度的时阵，是国民党会使讲，大家相信我吼，包含咱都讲的两岸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辩论，大家他讲个清楚。到尾你看卖，国民党生这个生武即出来，你莫怪互台湾人讲奇怪啊。我感觉民进党是真正咱讲的，讲走一个闪耀来一个错赛。啊！即摆你搁继续安尼，我投你国民党是要创啥？这就是真正问题。所以讲政治唔是安尼舞的，但国民党，我希望伊啦，因为今仔咱讲，咱今仔节目了，这礼拜咱就知啊，台湾人或是这33万呢，包含有足侪人是迄个终身党员，年纪很大，不用缴党费了，因会安怎投出这票？国民党你爱好好啊尊重，就是爱尊重遮的人。你若搁继续安尼舞落，我讲实在。歹画面就是安尼。不，这吼，我爱请地科啊，老师发挥智慧哦，给咱解说的是，就是讲，是毋是一如他多咱文琪兄所讲的，讲，这就毋是中国来介选啊，这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攻防啦，这个攻防安尼，敢是安尼？你认为呢？这确实啦，我是感觉讲，迄当阵赵少康迄当阵开这个记者会，直接
点名讲对方吼，这中共咧介选吼，我是感觉讲这讲咧伤假啦，伤超过。因为讲正迄当阵伊无证据，伊假就摕迄个影片尔嘛。啊是过几工以后，伊才讲有偌济，哦，伊看到讲有偌济片，啊中央一半以上咧骂，即个郝龙斌咧骂伊，哦，因就摕这证据安怎看？啊问题你这种证据哦，你嘛无都确定讲，一定是外面，而且是对外的人咧做。啊，就你的观察，我的观察是安尼啦，确实啦，你讲对面那。我即摆好比讲按两个方面来看啦。第一就是讲，中共敢有正有兴趣要来这届要来介入这届国民党主席的选举无？第二个也是讲因民间有人咧使人，啊当然民间迄边使人一定敢会背后有另外一个。唔知影哪一个黑手。老师有一种讲法啦，就是讲吼，中共吼，共产党敢若一台机器，伊个机器每工都爱胖啦，啊有绩效啊，啊无胖吼，头家这个偏啊，就甲你说落去讲，啊你哪会无咧胖，所以伊个加减胖一下。这有可能啦，这当然有可能，因为我讲正，因为咱即马吼，无用个排除了，就讲有人。哦，因为甲迄边较有交往，还是讲有关系，啊，因即马要选举，啊，即马台湾这边的，伊可能要支持倒一个候选人，所以迄边有可能讲，咱来合作，来斗相共，也是安怎嘛？唔知影，哦，因一定是背后咧做的，因为这种代志一定是有一个你讲一个系统啦，你无可能讲一人突然一个跳出来讲啊，我要来做这，因为。这时间，迄嘛爱经费啊，你爱资源啊，你爱放出去啊，你爱甲这个，你做了以后，你影片也是什么，这个影音啊什么，你要有这个管道放出去，人才会看有啊。啊无我今日我去做一支，啊放喺遐网络啊，人来参。啊，咱会当来解读讲，如果那是邓丽文，那当选党主席，国民党敢会世代交替？我讲正啦，世代交替吼，这边啊讲交替，当初是换少年就叫做交替吗？唔知呢，对啊，啊，我就是唔知真够。啊无啊，你看卖，偌千点，即嘛几岁？60桶，对啊。啊，民进党敢有交替？蔡英文几岁？蔡英文比这个阮千田搁较大一点嘛。啊，因为两个其实来讲嘛，其实因是同世代啊，伊嘛无交替啊。啊，进前呢，搁是苏贞昌呢。所以你讲这个交替，到底是讲换一个较少年就叫交替，还是讲因这个拖快，哦，伊当选以后，伊甲这个党拖出来的这个希望，我唔知是交替。对啊，你若讲你讲这个。你卖讲后摆，过去几年好啊，朱立文即摆在任这过去几年的时阵嘛，伊嘛找任用少年人嘛，啊，这敢有都是一个交替啊。咱来讲，这嘛是一个交替嘛，因为足侪你启用足侪少年人去拼嘛，对不？所以讲有他已经交替啊。对啊，你讲这个世代交替哦，其实来讲应该是讲你这个党主席。党的领导人，吼啊，甲你安那带这个党，安尼啦，老师，我规矩安尼问啊，你认为国民党党内面对这个新旧政治人物的这个培养，敢有真积极？我讲真诶，对我家己来讲吼，我是感觉讲，确实过去国民党踮咧令人讲过去差不多20年的这个人才培养吼，其实有断层，断去啊啦。其实大家拢看嘛，大家进前咧讲啥，马立强啊、马英九、朱立伦加胡志强嘛，啊，请问下，即摆因几岁啊？70嘛，啊，因内有啥？大家
点袂讲无出来，我都讲一声啊。啊，即马大家讲望是讲后摆是啥？过来是有啊，人就报中雕啊。对啊，你讲报中雕几岁？对不？报中雕个真少年哦。第二，大家拢知影，过来你若讲为马英九、马立强以后咧，大家本来是讲望讲够像，其实看来看去无人。过来，大家当然即马大家望讲，卢秀莲后壁可能阁有一个蒋万安嘛。啊，问题你一个党，敢有可能敢靠一个人、两个人呢？这是国民党讲起来讲正的，这是国民党爱面对的问题。我讲一个啦，马英九前几年家己承认啊啦，伊家己讲伊犯了一个错误，伊踮咧做党主席甲做总统的时候，他没有为党好好培养人才哦。伊到尾一落台就家己承认啊啦。但是这培养人才吼，讲得真简单，嘛要有机制，要有钱，要有确实是，有影。基本上国民党对马英九开始哦，基本上是无虾米咧栽培因党内接班人啦哦，因为可能啦，这是我咧看啦，可能马英九伊当初的看法是讲，伊袂使做一个集权的领导哦，所以分刷新的就是新世代因的政治人物哈。互因家己自己竞争，家己去挑，家己去竞争出来吼。伊可能是安尼想，但是咱即马证明，安尼的想法是唔对的。吼，你做党的带头的人，哦，你处理你日常的事务以外，为党第一个财务要给他正常化，啊，第二你要培养未来的人，这嘛是你做一个党主席真重要的代志啦，吼。我即马转来讲，咱头拄咧讲介选的代志啦，吼。我讲，咱即马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哦，网络的时代的选举吼，无可能讲外口拢无声。哦，咱台湾人的选举，拢咱台湾人咧插，哦，咱国民党的选举，拢咱国民党的党员咧插，外口你个。大家拢你唔通来插，啊！你给我闭嘴，无这个代志，哈！顶两天，德国哈，德国的议员的选举，哦，我嘛看了足侪美国的人有来插，日本那嘛入去插，你从国际你下开的留言哦，拢会看出来，世界各个国家拢有，这是咱即马世界的一个共同的现象，唔是咱有尔。啊，所以讲我安尼讲了，咱头拄肯定是李老师冇讲到，讲 TikTok 嘅顶悬吼，放出来影片讲有千外条遐，人家有统计啦吼，千外条，内底偌济是境外，偌济，伊这就是境外的吼，拢超过一半是境外。就你看，接一半以上呢，咱台湾本身吼无到50%。啊！咱台湾这部分啊，有偌济是国民党的有投票权呢？偌济人咧做这？我看有3%、5%投票，就拍扑啊，就甲拍扑啊。因为国民党内底你也知，伊的党员、伊的党员结构，伊迄年会拢较大啊。啊，你讲你也要做这？你嘛卖讲。人即摆少年的国民党党员嘛真积极。是啦，啊，但是因来创这个，创讲有两个人伫遐咧小金啊，后壁徛几排，讲国民党的党员会来做这，我讲实在，我无啥相信。哦，这大部分即摆做迄期片的，即摆有一个人跳出来讲承认，啊，迄人讲住伫美国嘛。对，禁书笔记。啊，我住咧美国嘛，所以咱安尼讲啊。概算哈，做派定很难定义啦。咱讲实在话啦，哦，咱即摆爱查，咱爱注意的是，阿强啊，因的党，因的中央有下令无？下令讲吼，恁家因叫啥物水军遐，哦，网军啊是水军吼，哦，恁拢爱甲做片哦，哦，爱去影响国民党的选举哦，迄若第二轮无当选，恁家全部记过。啊，若阵郝龙斌还是第二轮有当选，我得安怎，互你奖励，安尼就叫做官方介选。若阵是讲，大陆迄边有一寡网友啦吼，啊是有一寡公司，这冇可能啊，因可能去为着什么利益、经济利益，尤其是有人甲买啦，啊，
买伊做片啊，来影响。我即摆讲这，我毋是讲我有证据看到，我有安尼做无？这我是判断的，讲可能有人会安尼做，这就是我头拄一开始讲的。我其实我是正面看国民党因会竞争，啊，但是竞争毋通伤超过，尤其是你的手段哦，因为你毋是讲即届选了吼，就无要转去啊嘛，啊若说选书包啊款啦，后摆拢无要算啊嘛，毋是嘛？你国民党还搁发展落，啊，既然是安尼，恁即摆咧选举，我看这候选人有的人拢是最后一件啊呢。有几个是，有几个无。你看郑丽文无一定哦，郑丽文就今年，郑丽文咧56嘛，哦，啊罗志强嘛56咯，啊，因可有可能是下一个世代吼，甲蒋万安因会有竞争关系的哦，哦。所以你讲基本上唔通去用迄个拗步，这是我即马咧甲伊呼吁嘅。不管是我想候选人本人是可能较袂啦，啊，但是为了跟叫的有无？啊，一寡足济个跟叫的，跟甲有够欢喜，因为我最近看到一寡人，我莫讲上济啦，哦，我伫咱的群组内底拢有看到嘛，吼，迄有个人好，迄敢若伊家己咧选，我敢若伊家己咧选的。哦，这老师咧讲，大家都要听哦。对，拜托个，小站站的，会使竞争。我嘛，但是老师鼓励你竞争。你的群组内面，敢有咧讨论讲，咱就爱讲和平协议，到九二共识，啊，讲我咧和中，但是唔通去甲对阿强啊来甲抱因的骹腿，敢有咧讨论这？无讲咧讨论啦，啊，有一寡个别的人有一款意见是有啦。哦，但是毋是，但是大家无集中咧讨论。即摆咧拼甲的，拢是迄支片啥物人做的？迄内容虽然讲看起来都头拄咧讲的，讲看起来都是假的吼。啊，但是安怎，啊，反对的人就跳你这有够夭寿，共做这吼。你害人吼，郝龙斌伊某会跳来讲吼，你毋是害人家庭无和吼，啊，安怎，大部分拢即款的啦。咱讲实在话啦，吼。啊，赵少康讲走去法院吼，走去法院告啦，讲有人介选了，哇，迄下骹嘛是几排百几条哦，这拢算正常啦。我看嘛是讲算正常，但是我呼吁的就是拜托的，唔通伤超过哦。大家吼选了后嘛，佫是恁佫是共党的嘛。哦，虽然我毋是国民党的，但是恁拢是国民党，恁拢共党的，你即马拼甲呢啊？通修理甲安尼，啊，选后你要安怎见面啊？对无？但是陈老师，我他延续对邱老师的话吼，啊，甲问题，国民党党内到底对九二共识、对中华民国、对这甲两岸关系，因这6个候选人，敢有真大的差异？至少啦吼，6个拢讲九二共识啦。那九二共识以第一句话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嘛，好的一个中国原则嘛，这个叫一个中国嘛。啊，现在重点是讲，你有要强调后边迄句话各自表述无？啊，郝龙斌伊是有明白讲的，没有各自表述就没有九二共识，所以郝龙斌我刚刚也是比较他中间路线，比较他正常人的中间路线，而且我相信就正常的蓝营啦，所以我个人我相信啊，这为什么讲你看蒋万安嘛出来该徛台嘛，然后甚至我个人判断啊，我个人相信卢秀燕应该是支持的，我讲用这我个人判断了啊，这样问题是，比如讲你讲郑丽文伊第一遍伫中天电视台电视辩论时阵，我嘛你听了，伊有讲九二共识，伊讲要恢复马英九时期两岸和平的这些龙井，因为伊无讲中华民国。那当然，伊正有你讲，因为我正是讲第一遍伊伫中间辩论的时阵，啊，罗志强伊当然嘛是讲一种宪法嘛，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嘛，所以这是为什么讲我会认为讲郑丽文，包括伊过去一寡相关的言论，包括伊正过定你站台就讲，我们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武器？啊，咱将这武器的钱，摕去长照，摕去营养午餐。你发完国民党，你讲叫去 AIT 内面。所以这是我个人感觉啦，等于讲郝龙斌是被认为是什么叫做所谓的中华民国派，
而且中华民国派离中共那边的定义叫做独台派，啊，这种独台派，我相信伊嘛不是讲中共伊所偏好。这我看伊嘛是比台独哦。不过郑丽文伊有讲的哦，9·2共识是要与时俱进，然后维持现状，这个现状不可能永远长久。啊，这我相信这会好，我感觉讲这会是北京伊会介意听的一寡观点啦。哦，因为我嘛不是讲北京一定支持郑丽文，我只是讲，哦，对一寡可能对岸的那些所谓小粉红的一寡网军，他可能听郑丽文的一寡观点，可能伊会比较他欣赏他介意，所以伊会常常来抖音，好，可能讲一寡对郑丽文有利的话，然后批评郝龙斌，好，因为郝龙斌讲不能够舔共嘛，好。啊，这下小粉红听起来可能又无欢喜嘛，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基本上，因为这样问题是讲国民党伊的党员结构，我个人认为啦，伊甲台湾的社会是有很大的脱节啦，因为这样是国民党的党员来选国民党的党主席，啊，这样在出现讲这样，一寡我相信这样一寡国民党有政治前途的这寡明星。应该有刚刚担忧啦，你也真正讲选出一个太过支持统一，甚至支持武统的一寡一个党主席出来，我相信这对国民党不是好代志啦。文琪你安怎看？我是希望未来这选举啦，咱台湾话讲无好好啊比吼，抬甲老岁老底啦吼，这是吼国民党一个提醒啦。我安尼讲啦，中国国民党伊一定爱改国民党是比哦。无啦，我是讲咱一个形容词，因为你本来满手的好牌，你拍甲变安尼，你感觉袂对不起这个先贤先烈吗？本来你大罢免，大家拢感觉是大家拢支持国民党的这个6成的民意，但即马变到安尼，你国民党当然你爱检讨啊。我今仔讲。国民党不管是他，咱李老师讲到的讲这个马英九伊有讲到讲伊无栽培啦。坦白讲啦，迄当阵赵守博的时代，我就是迄个青年专栏啦。你有用栽培着啊？我无嘛，我就咱这个讲真话拢去人讲，你哪拢分钱，大概拢无听话，这嘛拢无要紧，拢过去啊。我今仔要讲，中国国民党，你小等，我对这有兴趣。是，你就是无听话，才会去用热闹去。基本上安尼讲是无过分啦，就是讲咱讲一寡。老实话啦，因感觉讲你讲话足歹听，但是无要紧，咱歹车价哦，欢喜做甘愿受嘛。但我讲今仔中国国民党，我真有兴趣，伊甲你讲你歹车价，是有安尼讲过啦。但是我感觉咱就是爱讲真话嘛，咱嘛讲好听话，但咱嘛爱讲真话嘛。无，但是咱较早国民党的长官拢足爱听好听的话，你知我意思无？咱就唔是种人。即摆国民党的中官爱听好听话。我感觉到即摆看起来无啥物偌大的改变啦吼。我今仔要搁讲，你讲到这，包含马英九讲的这个栽培，搁有啊，你迄个108课纲就是他彭仁你讲的啊。对于两岸的政策，到底9·2共识要安怎处理？因为这个物件伫台湾的民意一点去人污名化。国民党当然郑丽文讲的与时俱进是对的，但是。真正更较重要，是因为什么呢？同仁，你想看卖？国民党叫啥？中国国民党，对，你问题来啊！对少年啊，想讲奇怪，我对台湾啊，哪有一个党叫做中国国民党，不是台湾国民党？所以你家己都无甲你家己的定位清楚，你无讲好清楚讲，我将来到底要安怎统一？咱的宪法是安怎规定？虽然我敢知影讲，即马对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要未来你要安怎做？无你甲民进党同款啊！不管你是华独啊、台独啦，我讲独台嘛也罢。所以你这大问题咧，这个恐惊国民党的党员会烧台一片。我跟你讲，中国国民党伊若无法度行出这个，因为你这个党民就伫遐，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过来，我跟你讲哦，你看为什么我讲？甲这人你讲是毋是迄网络大家拢介入？讲一句我粗鲁的，咱也毋是第一届出社会啊，毋是小白兔中彩乙啊啦。你看啊，剑桥、百科迄当介入所谓美国的选举，人即个王世坚毋是讲了真好，迄个从从容容，咱买些反统战回去。所以恁即马咧国民党咧用这网络啊、什么影片啊、什么迄种酸友来做到选举的主战场。即马大家看到拢是这个。你国民党无怪会去人感觉讲你到底是咧创啥？民进党遮尔啊侪物件会使拍，包含咱今日看咧水什么迄个光电板，国民党。
活在家己的世界。所以我讲国民党可怜是可怜伫遮，其实伊的敌人真正是伫外口。民进党，但你看这6个，即嘛是抬甲老伙老弟，啊不，你为什么？你知为啥郝龙斌会讲？所有候选人拢讲哦，即嘛南二都，我留一刀摕袂转来，我失职。为什么？因为大家知影这个势头对民进党无好嘛，民进党这落水小精，那做了就歹嘛。你国民党无对这个方向去处理，甲你6个拍甲变到家己拍甲安尼乱七八糟，比咱的所谓类七伤拳还要严重。你讲对大家来讲，你听你讲起来呢，敢若真严重款。就严重啊！因为我跟你讲，这6个生我头毋才讲会好嘛，袂完全。你若是搁继续安尼撸落去，你互台湾。邱老师人真乐观呢。我是讲，所以我讲卢秀燕以适当的时间，伊爱出来清理战场，你爱讲我清楚。你若搁国民党安尼搁舞落，这6个搁安尼舞落。所以我唔知讲伊个插股菜是会强强滚。是安尼无唔对啊。邱老师，我唔是讲对运动来安尼乐观，我是讲看见看唔安尼讲啊，看见因有咧竞争的这款心情，我是讲正面来看的。真有活力，嘿，真有活力，好吧？啊，但是呢。对因即马内底即款内斗吼，较拜托，又系较拜，唔通安尼。我补充一句话，因最近的群组吼内底，因为小湾嘛，本来拢阮知影，阮咧看的时，阮知影因本来是好朋友啊，即马小湾哇，拼命退群，真的。哇！即两家拢伫line内底咧，有一寡人摕出去，讲的都差。日本人咧讲，敌人就在本领时。我补充一句话啦，你世代交替袂使像7月半咧掠交替，你知影我意思无？这两个概念是无同款，所以当咱讲的，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国民党爱谨记在心啦。这是，确实啦，因为这届选举确实是国民党从来唔捌经历过的。进前选举，大家拢知影嘛，倒2个人，倒3个人出来，啊，大家知影倒一个人一定会掉。所以进前的选举，颠倒坑的都一样，党代表选举有啥物？但是说招一只屠杀来啊呢？对啊，即马这届就较无共款，所以即马大家国民党大家到底想要讲，到底后摆大家要怎行？因为这届吼，确实是因为大罢免以后，确实对党员来讲，确实感觉讲，明年加2028，感觉拢有一点仔机会啊。所以即马因对这个党主席的望当然已经较大，一定变较大，因为感觉讲刷来明年冲一下迄个9合1的地方，国赢了以后，咱就应该这个乘风而起，对啊。所以对即马对这个新的党主席的期待一定大过于即马啦，而且即马选出来以后，要哪带，就像头拢无讲到的，一个月爱去撞遮侪钱的时阵，还要去安怎撞出来？迄毋是，这有啥物讲啊？反朱立文有啥物到后壁切心，规气放互规气讲我不爱选啦。朱主席毋是讲成心退，应该是安尼讲，伊照你讲啦，伊本来心内哦，伊本来想讲，感觉讲，我有建功啊，好不容易把这个大罢免拍败嘛，因为去年迄个，去年1月迄个总统但是咱可以想吼，伊一个月要派2-3千万呢。啊，伊感觉讲伊派掉啊，伊派掉，伊感觉讲有这个。啊，地方党部一寡人去用酷去，伊也派掉。无啦，当然，迄人伊有咧找人咧，伊即摆咧报。其实党中央有一个法律顾问团有咧斗相共啦。哦。其实有咧斗相共啦，啊，因为这种代志是法律的代志。啊，你敢有认为讲文琪讲会好嘛？袂完全。这确实是较麻烦，因为吼进前大家拢。你讲恁国民党敢若比咧？因为进前大家拢讲嘛，国民党进前大家拢讲内斗内行嘛，因为大家讲。抬家己人哦，抬甲老岁老弟嘛，因为甲我讲，我即马甘愿，我若摕袂到，甘愿互人赢，互外人赢，我嘛甘愿无你赢。进前大家安尼讲嘛，毋只系讲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啊。所以我们讲大概怕严以外人，不以家奴啊。对，你安尼讲，进前大家咧批评国民党，大家拢讲安尼嘛。啊，其实阮踮咧内面看的嘛，其实嘛是。真切心，因为感觉讲大人
明明大家拢知影讲，那团结就无一定拍赢民进党啊。啊，你分裂哪有可能会赢啦？大家拢嘛知影，大家拢知影这个道理，啊，不然大家拢想要拼迄个权力啊。所以即马对国民党来讲，当然你讲明年是一个好机会，问题你若选上，啊，这个人有法度甲就是规个国民党不止袂毋是讲伊入去这个北德路坐遐尔好哦，地方要哪去控，啊，加这个立法院立法委员，你要去，啊，就真正爱一个插骨才爱呼叫罗妈妈安尼啊，老师想要甲咱小教死者。我应该安尼讲。